癌症同埋免疫系統嘅關係咧，係當前醫學研究嘅重要課題。隨着腫瘤嘅生物學研究嘅發展，越嚟越多證據顯示咧，免疫系統同癌症嗰個發生、發展同埋個治療效果有好明顯嘅關係嘅。咁免疫系統有咩作用咧？其實免疫系統一個身體正常嘅系統嚟保護個身體，尤其是係外來嘅所謂病原體，包括細菌啦、病毒啦，或者一啲寄生蟲啊咁樣。咁就呢個咁嘅免疫系統咧，可以分辨到正常嘅細胞同唔正常嘅細胞。病原體好明顯係唔正常啦，而身體裏頭咧都可以發展咗一啲唔正常嘅細胞。其實呢就係癌細胞嘅前身。咁隨住呢個咁樣嘅癌細胞變化咧，其實嗰個免疫系統就會慢慢唔再識別到佢作為一個唔正常細胞。咁之後咧，個腫瘤就會開始越嚟越發展啦。個免疫系統咧係由呢個淋巴細胞啦、淋巴結啦同埋個脾臟組成嘅。咁裏頭主要係兩個成分，一個就係所謂細胞嘅免疫能力，就係所謂 T 細胞；另一個咧就係 B 細胞，就係分泌呢個抗體。咁呢兩個成分咧都喺呢個免疫系統裏頭係一個好重要嘅成分。癌細胞咧有好多個方法逃避呢個免疫系統嗰個追擊嘅。一個最常見嘅咧就係去不斷改變佢細胞表面嗰個抗原。咁呢個其實一大部分咧係通過佢嗰個基因突變導致嘅。另一方面咧，佢就可以分泌啲成分抑制呢個免疫系統，包括改變呢個癌細胞中間嗰個微生物嘅特點。另一個方法咧就係分泌一啲成分抑制免疫系統。最出名就係呢個所謂 PD-1 啦，就係近來呢7-8年好盛行嘅 PD-1 免疫治療嗰個基礎嚟嘅。呢個咁嘅基礎就係佢抑制咗個免疫系統，個免疫系統唔再能夠識別嗰個癌細胞，但係對正常嘅病毒啊、細菌啊呢啲咁嘅抵抗力係完全唔受影響嘅。免疫系統喺癌症之間嗰個作用咧，其實係好重要嘅，因為我哋知道呢個免疫系統咧令到係可以容許嗰個癌細胞喺度發展啦。咁所以近來呢10幾年咧，呢方面個免疫治療有好大嘅突破。其中一個最重要咧就係所謂 CAR T 嘅治療方法，就通過呢個基因工程咧係改變咗一啲 T 細胞裏頭嘅功能，然後再放翻入去個病人身體度嚟對付個癌症。到現時為止咧，都係主要處理血癌啊同埋淋巴瘤。另一方面大嘅改善咧，就係大概7年前出現嘅 PD-1 免疫治療啦。咁自從7年前到依家咧，而家身體各個器官嘅腫瘤咧，其實都可以對付到噶啦。咁呢個功能就係正話講過嘅 PD-1 係癌細胞以嚟抑制免疫系統嘅功能。咁我哋通過呢個單克隆抗體切斷咗呢個抑制，咁嗰個免疫系統就可以重新活化起嚟，對付到呢個腫瘤啦。生活方式同免疫系統咧有好大嘅關係嘅。一直以嚟我哋都相信咧，日常生活包括飲食、運動同埋呢個睡眠都係可以影響到個免疫系統，繼而影響到個腫瘤嗰個治療。有大量研究顯示咧，如果病人係食得健康、多蔬菜生果、生活健康、多做運動，其實腫瘤嘅翻發，尤其是乳癌同埋大腸癌咧，都會降低咗嘅。最新研究亦都顯示咧，飲食習慣點樣改變嗰個免疫系統咧？就係因為飲食習慣改變咗腸道裏頭嘅微生物，尤其是多咗呢個益生菌，就導致個免疫系統強咗，尤其是對付個腫瘤。傳統中醫藥咧，亦都我哋知道係可以幫到個免疫系統嘅，包括埋去改善個免疫系統總體嘅能力啦，亦都改善呢個腸道嘅益生菌啦。通過各種方法，令到我哋個身體強啲之外咧，亦都喺治療裏頭可能幫助到個治療效果。呢方面做得研究比較多咧，包括黃芪啦、人參啦，同埋一啲中國傳統嘅湯藥，包括所謂補中益氣湯、四君子湯，其實都有咁嘅效果。最近亦都有研究顯示咧，控制呢個情緒嘅壓力咧，係可以幫助到呢個PD-1 免疫治療嘅效果。呢個研究嘅對象咧就係肺癌嘅病人用 PD-1 免疫治療。如果個精神壓力比較大嘅病人咧，個效果係冇普通一般冇精神壓力嘅病人嘅效果咁好嘅。嗰個研究發現咧，有一半嘅病人度咧係會有嚴重嘅精神壓力，而呢班病人嗰個治療嗰個腫瘤惡化時間中位數咧係8個月，相對於精神壓力係受控嘅病人咧，
個控制嘅中位時間係去到15-16個月嘅。咁而嗰個2年嘅生存率咧，係精神壓力大嘅病人咧，只係得46%，而一般普通冇精神壓力嘅病人咧，去到64%嘅。個體差異方面咧，喺腫瘤嘅治療咧係好明顯嘅。每個病人嘅免疫系統唔同，佢嘅腫瘤都係唔同嘅。咁正正呢個咁嘅原因咧，就係我哋近來呢10幾年發展嘅所謂精準治療，就要因應個別病人嗰個身體狀況同埋腫瘤嘅特徵，設計出嚟嘅治療方案。以往理解嘅單一腫瘤包括肺癌啦、乳癌啦，我哋知道其實裏頭仲分類好多種嘅。譬如舉個例，肺癌我哋可以揾到唔同嘅基因突變，幫到你揾到唔同嘅治療方案。咁乳癌亦都分好多種，就係有荷爾蒙陽性啊、陰性啊、三陰性啊咁各種嘅腫瘤個治療方案都唔同。嗱，譬如就肺癌嚟講，食煙嘅病人嘅肺癌同埋從來唔食煙嘅病人肺癌都唔同嘅。呢個同免疫系統好大嘅關係。個理由咧就係食煙嘅人，煙裏頭嘅致癌物質咧係導致癌細胞裏頭出現咗大量嘅基因突變，而呢啲基因突變咧係導致咗好多癌細胞表面嘅抗原。呢啲抗原就令到個免疫系統更加清楚咁樣辨認癌細胞同埋攻擊嗰啲癌細胞，導致效果特別良好嘅。咁當然我哋唔係建議或者鼓勵人哋食煙啦，唔食煙嘅人腫瘤係肯定會少啲添。因為呢個咁嘅機制咧，我哋曾經見過好多食煙嘅肺癌病人咧，用呢個 PD-1 免疫治療之後咧，係可以保持一個好長時間嘅控制，甚至係根治咗嘅。精準治療方面咧，除咗要考慮個別病人個身體狀況咧，就係腫瘤嘅特性。喺近來呢10幾年嘅發展就係特別要研究清楚腫瘤裏頭嘅基因突變，有部分基因突變咧係幫到我哋選擇用藥嘅。咁除咗係選擇用藥之外咧，亦都可以監測呢個基因喺治療期間有冇再進一步突變，導致其他嘅抗藥嘅原因。咁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發展。醫學界咧，因為認識咗呢個免疫系統，亦都通過呢個免疫系統咧嚟改善咗癌症嘅治療嘅效果。咁其實呢方面嘅發展咧，仲有好多可以類似 PD-1 嘅所謂免疫檢查點，正在研究緊同埋發展緊。而家用呢個 PD-1 免疫治療咧，大概係40%嘅病人有好嘅效果。咁我哋希望嚟緊越嚟越多新嘅發展咧，可以令呢個數字大幅提升，令到更多病人受益。